跌倒的瞬間，你台上面離開，打輸了上如十秒情。但去到絕境，就像是所有身體給甦醒，信念堅定。人生裏難事是年青，然而敗部仍可給好氣走遠的橡皮。因此當你跌低，記得説了某句別要輸心境，坐定等效中非你本性。能撐多遠，多不死心就撐得多遠。沿途被壞蛋所擊倒，地緣難免，你尚有權拾回自尊。別氣短，我藏實你身體碎片，這人頑強的你，別為無力心酸。你最迷人的性格，源自你被擊倒的那天，犧牲再戰。快轉身躍起，投降慾望沉溺多幾秒就全面泄氣。安於躺到你的扶不起，這10秒只是給你泥地中找到真理，調整那啖氣。能撐多遠，多不死心就撐得多遠。沿途被壞蛋所擊倒，既然難免，你尚有權拾回自尊。別氣短，我重拾你身體碎片，齊人頑強的你，別為無力心酸。你最迷人的性格。不知數十遍，怎相似你弱點？我在單直捱過，你更難磨損。能撐多遠，多不死心就撐得多遠。沿途被壞蛋所擊倒，既然難免，你尚有權反駁逆轉。願你所到實，仍能被你一秒一轉。那遙遠飛逝是來自一線，暫時是一點，再連成一線，完成夢裏動人場面。跌倒的瞬間，在台上面離開，打輸了上如10秒靜。但每個絕境，是讓你我突顯出多艱苦，尚有激情。人應該好勝。Thank you，數到10呢首歌，我受傷嘅時候不斷都有聽，我覺得嗰幾句有幾句咧係我覺得一直撐住我嘅，就係、來重拾你身體碎片，砌更頑強的你。以前咧，我受傷之後咧，我腰傷之後咧，我東區個教練成日都同我講：你翻嚟踢啦，我15號件波衫係留俾你。就算到而家佢都仲留緊15號波衫俾我，但係我已經簽咗第二隊球隊。跟住佢咧，我話唔翻，佢就話下季再做波衫俾你。跟住我頭先講緊咩？我頭先講緊係，跟住我話我唔翻，因為我條腰好痛，次次練完波都痛，遠離足球，珍惜生命。嗰陣時咧，任何人同我講叫我踢波，我就同佢講遠離足球，珍惜生命。跟住去到拍呢個節目，
一開頭都仲諗緊，其實係咪應該繼續遠離足球？因為大家都知啦，我係好開頭係好唔得啊，即係未克服到好多嘢都。咁去到中間咧，就慢慢揾到自己喺呢隊波嘅定位，覺得我好似做到啲嘢，同埋原來唔係真係咁恐怖，即係我一直驚嘅嘢，其實唔係真係咁驚。有時自己嘅恐懼係會放大咗，跟住咧去到終極一戰之前1個月啦，我哋練波其實好長嘅，即係我哋係連續練3日，因為好多因素啦、場地問題啦咁樣。咁我哋連續練或者係練2日唞幾日又練1日，每個禮拜3課波啦，總之就咁。仲有友誼賽，咁可能強度就太大啦。咁其實我受傷嗰日咧，我條腰咧都係唔舒服嘅。咁我哋開頭有個斬波嘅練習，其實我已經話唔做㗎，因為我 feel 到自己個狀態唔係好得。咁但係我咧其實係冇乜拗過柴嘅，咁多年嚟，即係最多都係拗完咧跳翻出場嗰種拗柴咁樣啦。我就成日都人哋拗柴，我會笑，拗柴啫嘛咁樣。但係嗰一日嘅拗柴，我以為我隻腳甩咗。痛到我以為我隻腳甩咗，阿 Sir 都以為我隻腳係咪甩咗，跟住即係嗰個拗柴係一個即係都嚴重嘅拗柴啦，同埋係一個高位拗柴啦，咁個位置同平時有啲唔一樣，咁原來係會好痛嘅，而唔會好準嘅，所以一開頭就以為好小事，咁成個復康嘅過程咧就係以為冇事，點知再睇又話唔係喎，你係高位拗柴。處理唔同嘅喎，啲淤血喺小腿嘅喎，咁樣，咁我先知原來係唔小事嘅。咁嗰時君堯 Sir 同阿 K 就話得啦，你拗柴1個禮拜翻到嚟，但係聽到係高位拗柴之後，大家都你唞多個禮拜先啦，唔緊要啦。跟住阿 Sir 已經同我講話，阿 Sir 已經同我講話，如果你跑唔到咧，你最多得10分鐘，係咪？嗰日我翻屋企咧，我就行。然後我就話點都唔要得10分鐘，跟住我就揾毛毛家姐啦，我係咁同佢講呢條筋唔得，呢條筋唔得，係咁爆打我嘅小腿同埋腳腕啦，個衝擊波。咁就係我覺得當時嘅我就係喺度執翻我啲碎片咯，即係喺呢一段旅程入邊，點解臨尾都要俾一個咁大嘅傷患我呢？係咪覺得我未夠強大，你要再考驗多一次咁樣？咁成個過程我有灰心過，但係我冇放棄過嘅。我每一次練波我就同阿 Sir 講，我要多15分鐘，我要再多15分鐘落場時間。咁之後佢話我要做到，我要跑到俾佢睇。然後我最後一次練波，我再做轉邊打穿俾佢睇。然後佢就同我講：你準備啦咁樣。咁最後我都唔知我可以踢幾耐嘅。咁我覺得我唱歌同踢波嘅生涯係一樣，好多時都經歷呢啲破碎嘅時刻。但係今次破碎咗之後，我已經重建翻。我覺得以後我唔會再驚，就算呢一次傷完，我都係會繼續踢波。佢已經變咗感冒啦，好翻再踢過咯。佢已經傷害唔到我，不過好痛，下次真係咪搞。但係我都係會繼續踢。最驚唔係受傷，最驚係受傷之後就放棄。所以我覺得我今次好勁。我重拾咗我嘅碎片，而家更頑強，所以我好開心。我哋有啲講時間，我見到好多手指，所以咧，我哋要去下一首歌。咁咧。